學佛60問 EP15 祈禱，我係我佛慈悲。學佛嘅人會唔會祈禱嘅呢？答案係會嘅。不過佛教入邊嘅祈禱呢，並唔係對天讀一張自己嘅心願清單，而係用上自己嘅心力連接佛菩薩大悲嘅願力。當一個人對佛菩薩有好強嘅信心嘅時候呢，呢一股信念會變咗一股好強嘅定力，能夠同佛菩薩救苦救難嘅願力所接通。有啲人就會覺得好有感應，但係如果你個心願清單只係買法拉利、中頭獎呢啲好單純嘅慾望嘅話呢，就好難同佛菩薩嘅願力所相應得到。咁特別喺大乘嘅佛教圈呢，當你以救苦救難嘅心去祈求觀世音菩薩加持，咁由古至今咧都有好多有感應嘅故事所流傳。咁而一個皈依三寶嘅佛弟子咧，佢本身已經有善法同埋善神所守護噶啦。只要你平時嘅信念堅定，以戒為師，就算遇到突發意外，你未能夠揾一個位去合掌祈禱，都好有機會可以逢凶化吉。咁而佛法最強大嘅應用咧，就係喺生活上邊。當你本身已經用晒啱啱所講嘅嘢，其實就已經打開咗一個 always on 嘅祈禱領域，唔一定要去到佛寺合掌祈禱嗰幾分鐘先係叫祈禱嘅。咁但係祈禱並唔係萬能，當一個人病咗，當然你可以對佛菩薩去祈禱啦、懺悔、持咒，慢慢令到你嘅身心變好。不過佛法主要係醫心病嘅，同埋生死大事。如果你係身體病咗，就算佛陀在世嘅時候呢，比丘一樣係要飲藥，一樣係要休息，並唔能夠話你祈禱就硬頂晒所有嘅治療。咁所以最佛係有最穩陣嘅 combo 咧，就係同時間你對佛菩薩祈禱、懺悔、發願，因為種種都係業力所生。但係同時間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，肯睇醫生、食藥、面對問題。係咁，我哋下集再見。